新竹市正出名的观光景点青草湖，引过水面拢是水湖啊。经过2年外的清理，已经整理好势咯。清华大学的运动科学系也有和民间团体合作，要伫遮规划运动加观光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提升民众认捌到生态特色，也会当提升观光的经济效益。有即马上时行的骑力各船 SUP， 包大人囡仔拢驾驭的天鹅船。新竹市出名的景点青草湖，经过2年外的整理，原底拖甲满满是的布地林，即马已经消失啦。原本丰富的生态甲休闲环境，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头前。青草湖呢，算是我们的清大，离我们的清大的这个距离非常近，大概10分钟不到。那我们觉得呢，基本上呢，能够透过清大的老师跟学生的一些能量哦，做一些我们叫做社会实践的工作，是在地实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就像我们谈到的是一个产学合作。除了推广水上活动，未来嘛希望介意运动的学生有当发挥，透过结合在地人文历史加自然生态，推广在地观光。在经济系学到行销这些东西跟运动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，就让我就是在这边就是真的可以实际要做到这些东西，去累积我的经验。这样规划了相关的课程，能够为这个青草湖规划更深度、更精致的旅游活动。市府开1.6亿经费整理青草湖，这站环境已经比过去改善真侪。即马进一步希望透过学校甲民间的力量，向大家推广青草湖，同时把做伙培育运动人才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